今仔咱继续来关心这个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个案件。今仔日台北地方法院是传唤到高虹安的前助理王玉文，伊是进前伫起诉的时阵，唯一无认罪，得到缓刑假罪的助理。早起伊出庭也是坚持讲伊无犯罪。 对你有信心吗？有没有觉得很冤枉？清长杨宗挂嘴案，伊就是新北市长高虹安，经办公室公关主任王玉文头一摆来到北院开庭。今天还是会认罪吗？面对媒体追问，无假讲，不过王玉文看起来资料传好势。面对法官问回敢有认罪，伊无承认犯罪，讲家己有伫咧加班，大个月领4万6，后来甲薪水关到小金库，是因为王慧文甲讲，办公室爱买物资设备资金。 不过检方检后对话记录发现，拖甲王玉文讲，你的簿仔应该加出一条保险，这条就是办公室的费用，所以4月19收到薪水时，卖加2000块。王玉文就讲，这听起来淡薄复杂，所以我个另外摕偌济钱出来，婆婆看到伊嘛无清楚在运作的方式。对这件代志，高虹安会只出席活动来做出回应。案件已经到了法院审理，其实我们应该要给法官更纯净的审判空间。高虹安2020年竞选新北市长时。 就向假料涉嫌诈领46万的助理费，向伊贪污罪起诉。9月2号，办公室真三干部王慧文、陈焕富和陈乐海来到北院开庭，拢承认犯罪，嘛请法官减刑和宣告假罪。讲王玉文无认罪，不过王慧文和高虹安敢若强诉7个月，即嘛恐惊面对贪污7年以上的重罪。律师分析，高虹安到即么为止嘛是无认罪，但是已经有3个助理认罪，所以贪污罪和判有罪几率是真悬。欢迎外地咧10月10日叫高虹安来开庭，今日去顶当着市长之路，各界拢伫咧注意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